哇！呢片田園風光咧，帶埋呢個山景，非常之安靜舒適啊！咁呢間單位係位於十里銀灘3期沿海呢區最平嘅一個總價，總價只需要20.8千嘅一個48方嘅一房一廳，帶埋呢個燃氣啦，同埋一副花園嘅。咁如果中意安靜舒適同埋咧想一個人過嚟呢邊間時間過嚟呢邊度假嘅觀眾朋友，可以睇過嚟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十里銀灘丹丹啦。依家咧位於沿海北區嘅36座啦。咁今日同大家推介呢間單係非常之稀缺嘅一個戶型，真係一房一廳。如果係有好多粉絲朋友話十里銀灘呢邊啦，非常之多嘅2房3房同埋咧依家維港半島嘅4房，想買一個一房一廳，通埋呢個燃氣嘅戶型嘅觀眾朋友，我哋睇過嚟啦，真係非常之稀缺、非常之溫馨嘅呢間單位啊！總價只需要20.8千48方嘅一房一廳嘅一個戶型啦，你可嚟單價4000幾蚊嘅。咁在沿海北區呢邊嘅一個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在小區門口啦有京橋巴士同埋穿梭巴士嘅。京橋巴士1個鐘可以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咁穿梭巴士可以去到3期啦，同埋1期。依家都係我哋位於沿海嘅3期。咁樓下呢邊佢有亞浦角中心市場啦，同埋可以去到中心的位置嘅一個愛琴海嗰邊嘅萬田超市啦，同埋海鮮市場嘅。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情況，一共係3梯8伙嘅。從入戶呢個位置啦，咁呢間單位嚟講，業主都係買咗一個鞋櫃啦。業主咧佢係做咗一個非常之溫馨嘅裝修。不過我睇得出業主咧，佢係一個老人家，所以佢買嘅嗰啲嘅家私嚟講係比較稍微嚟講比較古老啲啲啦。咁我哋通埋呢個燃氣同埋咧業主嘅裝飾嚟講都係比較靚啲嘅。業主都係擺咗呢個作台，其實係擺在露台嗰個位置，咁佢係攞翻嚟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單獨嘅一個入戶嘅一個玄關嘅一個位置啦。同埋呢間單位雖然話48方嘅一個細積啦。咁呢個廚房嚟講都係 OK 嘅一個空間嘅喎，即係可以2個人過嚟呢邊煮餸同埋呢邊可以擺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雪櫃業主呢邊嘅話，佢係間時間過嚟呢邊度假，所以有一啲個人物品啦。咁後期買咗之後佢會收翻嘅，相當於呢邊帶埋呢個窗戶啦，非常之乾爽嘅一個戶型設計咁業主嘅呢個sofa啦，同埋電視櫃啦，業主比較中意飲茶咁其實佢係中意間時間在呢個躺椅坐下望翻，主要嚟講呢個景靚田園風光確實嚟講，佢有一種你在大城市工作非常之攰之後啦，真係過嚟呢邊養老享受嘅一個戶型設計，有埋呢個山景同埋嘅一個田園，帶埋咧沿海呢邊區域嘅一個小區園啦，真係非常之安靜舒服咁小區呢邊沿海嘅一個綠化都係做得相當啲靚仔嘅我哋攝影師可以放大俾大家望望雖然話樓間距啦比較近啲因為其實在沿海呢邊嚟講，佢嘅樓宇係比較多啲嘅咁我哋依家呢間單位一房一廳，確實嚟講係一個非常之稀缺嘅一個戶型因為基本其實呢幾座都係2房3房為主，咁我哋之前拍攝嘅全部都係基本係2房3房咁如果係2個人過嚟或者1個人過嚟想真係買一個一房一廳嘅，真係可以重點望望呢間單位咁露台呢邊都係有大致8個平方左右啦開間唔算話非常之闊，都係有3米左右嘅一個開間嘅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洗手間呢間單位都做埋呢個乾濕分離嘅形式嘅喎。業主咧間時間過嚟呢邊住，所以佢保持得比較新淨啲，相當於其實後期唔需要自己清潔。
咁如果真係我過嚟呢邊住啊，咁其實一個人過嚟住一房一廳非常之足夠嘅。咁在呢個採光嘅位置都係可以睇到田園嘅一個景觀啦。咁主臥室呢邊都係一樣嘅。咁我哋業主呢邊佢係擺咗1.5米嘅床，同埋其實呢邊嘅一個空間可以擺一排衣櫃。空間都係足夠嘅。咁唯一嚟講，業主可能佢唔係長住啦，佢冇做呢啲大嘅衣櫃，咁可能話呢啲簡約式嘅一個側台啊，後期真係需要自己再重新會買過會比較好啲。因為咧呢間單位唔算非常之大，所以其實業主買嘅家私啦都係比較細啲嘅。咁我哋再望翻呢間單位嘅一個景觀，48方單價4400蚊，在十里銀灘3期。會有啲觀眾朋友覺得呢間單位有啲貴，不過咧其實在十里銀灘3期依家咧出嚟最平嘅呢間總價，即係呢間單位208000。點解業主又佢放出嚟嘅盤唔係話非常之平咧？係因為第一啦，咁當然呢邊有非常之多嘅單房係有10幾萬嘅呢間價錢，不過10幾萬嘅價錢啦，基本嚟講，咁佢係比較差啲嘅交通配套設施啦，佢唔係話在十里銀灘中心區域嘅。咁其實10幾萬嘅單位都係一個單房，佢冇辦法做得到一房一廳嘅呢個獨立式嘅廚房，帶埋呢個獨立式嘅一個花園，同埋咧冇咁靚嘅呢個景觀。咁當然有好多粉絲朋友會有疑問，咁唔係10幾萬都係擁有海景咩？咁我覺得啦，我個人覺得其實如果係在十里銀灘買樓，或者係在惠州海景樓選擇嘅話，第一要選擇嘅係嗰個樓盤嘅一個交通。咁如果係交通位置，比如話樓下即係京橋巴士嘅一個班車站點，即係依家我哋3期嘅位置，咁佢嘅價錢嚟講，其實呢大區域啦，除咗唔望海或者係樓層低之外，如果係一個好啲嘅單位景觀，佢會貴多1-2千蚊。咁第二咧就係樓下嘅一個生活設施啦。咁沿海呢邊樓下呢邊嘅商鋪已經全部開晒，包括嘅話去到亞普個市場同埋海鮮市場都係行路3到5分鐘嘅呢個時間可以到達嘅。咁如果係去到1期嘅銀富市場，即係2分鐘嘅一個車程，2-3分鐘嘅呢個車程可以到達。咁十里銀灘沿海呢區啦，第一佢係比較新啲，同埋交通設施係非常之 OK 嘅。咁第三啦，即係呢個戶型嘅一個稀缺性啦。因為呢間單位佢一房一廳帶埋呢個入戶花園，所以咧呢間單位嘅業主放盤咧，佢會單價會高一啲啲。咁當然10幾萬嘅單位，如果係中意自己揸車啊，對於生活設施冇呢個要求選擇嘅粉絲朋友都可以選擇。我哋更多嘅筍盤都會同大家推介。咁我哋呢間單位208,000，一房一廳，48平方。呢個朝向係朝東北朝向，望翻呢個田園啦、山景啦，同埋小區嘅一個園林綠化啦，位於沿海北區嘅一個中高樓層28樓嘅。單價係4000幾蚊。如果有興趣嘅話，去掃描上方二維碼，我哋隨時等你哋嘅聯繫。今期視頻暫時嘅講解，我哋下期再見，拜拜。